第138頁嚇，一、二、三。金光明經寫新品第17。爾時道場菩提樹神復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聞世尊過去修行菩薩道時，具受無量百千苦行，捐捨生命，欲脫骨髓，唯願世尊少說往昔苦行因緣，為利眾生受諸快樂。爾時世尊即現神足力故，令此大地六種震動，於大講堂眾會之中，有七寶塔從地湧出，眾寶羅網離覆其上。爾時大眾見是事已，生希有心。爾時世尊即從座起，禮拜是塔，恭敬圍繞，還就本座。爾時道場菩提樹神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來世雄，出現於世，常為一切之所恭敬。於諸眾生最勝最尊，何因緣故？禮拜是塔。佛言：善女天，我本修行菩薩道時，我身舍利，安置是塔。因由是身，令我組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爾時佛告尊者阿難：汝可開塔取中舍利。是此大眾，是舍利者，乃是無量六波羅蜜功德所分。爾時阿難聞佛教敕，即往塔所，禮拜供養，開其塔戶，見其塔中有七寶函，以手開函，見其舍利色妙紅白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是中舍利，其色紅白。佛告阿難：汝可持來，此是大士真身舍利。爾時阿難即舉寶函，還至佛所，持以上佛。爾時佛告一切大眾：汝等今可禮是舍利。此舍利者，是界定位之所分修，甚難可得最上福田。爾時大眾聞是語已，心懷歡喜，即從座起，合掌敬禮大士舍利。爾時世尊欲為大眾斷疑妄故，說是舍利往昔因緣。阿難，過去之世有王，名曰摩訶羅陀，修行善法，
善治國土無有怨敵，時有三子，端正微妙，形色殊特，威德第一。第一大子，名曰摩訶波那羅。次子名曰摩訶提婆，小子名曰摩訶薩多，是三王子，於諸園林遊戲觀看。次第漸到一大竹林，恬駕紫色。第一王子作如是言：我於今日深甚怖懼，於是林中將無須選。第二王子復作是言：我於今日不自惜身，但離所愛，深受憂愁矣。第三王子復作是言：我於今日獨無怖懼，亦無愁惱，山中空寂，神仙所讚，是處閒靜，能令行人安穩受樂。時諸王子說是語已，轉復前行，見有一婦，昔產7日，而有7子。圍繞周集，飢餓窮髓，身體羸瘦，命將欲絕。第一王子見是婦已，作如是言：怪哉！此婦產來7日，7子圍繞，不得求食，若為飢迫，必還啖子。第三王子言：此婦經常所食何物？第一王子言：此婦唯食新鮮肉血。第三王子言：君等誰能與此婦食？第二王子言：此婦飢餓，身體羸瘦，窮困頓乏，餘命無幾，不容餘處為其求食。切如求者，命邊不濟，誰能為此不惜生命？第一王子言：一切難捨，不過己身。第二王子言：我等今者以貪色故，於此生命不能放捨，智慧薄小，故於是事而生驚怖。若諸大士欲利益他，生大悲心，為眾生者，且使生命不足為難。時諸王子心大愁憂，久住視之，目未曾捨。作是觀已，尋便離去。爾時第三王子作是念言：我今捨身時已到矣。何以故？我從昔來，多棄是身都無所為，亦常愛護處之屋宅，又復供給衣服飲食，臥具醫藥，象馬車乘，隨時張揚，令無所乏，而不知恩，反生怨害。
而復不免無常敗壞。復次是身不堅，無所利益，可惡如賊。又若行刺，我於今日當使此身作無常業，於生死海中作大橋樑。復次若捨此身，即捨無量貪追嫖嫉百千怖畏，是身唯有大小便利。是身不堅，如水上沒；是身不淨，多諸蟲護。是身可惡，筋纏血塗，皮骨隨老，共相連馳。如是觀察，甚可患厭。是故我今應當捨離，以求寂滅無上涅槃，永離憂患無常變異，生死休息，無諸塵累，無量禪定智慧功德，具足成就微妙法身，百福莊嚴諸佛所讚，證成如是無上法身，與諸眾生無量法樂。是時王子勇猛堪任，作是大願，以上大悲熏修其心，慮其義兄心懷怖懼，或恐故遮，為作樓蘭，即便語言：兄等今者，可與眷屬還其所指。爾時王子摩訶薩多，還至府所，脫身衣裳，自足之上，作是誓言：我今為利諸眾生故，正於最勝無上道故，大悲不動，捨難捨故，為求菩提，智所讚故，欲度三有諸眾生故，欲滅生死怖畏熱惱故。是時王子作是誓已，即時放生，臥府前。是時王子以大悲力，故苦無能為。王子復作如是念言：苦今累受，身無勢力，不能得我身血肉食，即起求刀，周遍求資料，不能得，即以竿竹刺頸出血，於高山上投身苦前。是時大地六種震動，日無精光，如羅睺羅阿修羅王足持象弊，又與雜花種種妙香。時虛空中有諸餘天，見是事已，心生歡喜，但未曾有，讚言：善哉善哉！大士，汝今真是行大悲者，為眾生故，能捨難捨，於諸學人第一勇健，汝以為得諸佛所讚，常樂住處，不久當證無惱無熱清涼涅槃。是苦已時，見血流出
污王子身，即便舔血，啖食其肉，遺留如骨。爾時第一王子見地大動，為第二王子而說偈言：震動大地及以大海，日無精光，如有覆蔽於上虛空，與諸花香，必是我弟這所愛身。第二王子復說偈言：彼婦產來，已經7日，妻子為擾，窮無飲食，氣力羸損，命不宏遠。小弟大悲，知其窮髓，具不堪忍，還食其子，恐定捨身，以救彼命。時二王子心大愁怖，涕泣悲嘆，容貌憔悴。復共相將還至府所，見弟所着披服衣裳，皆飾在一竹枝之上，骸骨髮爪布散狼藉，流血處處，遍污其地。見已悶絕，不自勝持，投身骨上，良久乃蘇，即起舉手，號天而哭：我弟幼稚，才能過人，特為父母之所愛念。儼忽捨身以自餓苦，我今還恭，父母說問，當云何答？我寧在此拼命一處，不忍見是骸骨髮爪。何心捨離，還見父母、妻子、眷屬、朋友之色。時二王子悲號懊惱，漸捨而去。時小王子所將侍從，各散諸方，互相謂言：今者我天，為何所在？爾時王妃於睡眠中，夢與被割，牙齒墮落，得三甲蹉，一為應食。爾時王妃大地動時，即便驚悟，心生愁怖而說偈言：今日何故大地大水，一切皆動，物不安所，日無精光，如有覆蔽，我心憂苦，目節潤動。如我今者所見瑞相，必有災異，不長苦惱。於是王妃說是偈已。時有青衣在外耳聞王子消息，心驚惶怖，尋即入內，啟白王妃作如是言。向者在外聞諸侍從，推覓王子不知所在。王妃聞已，生大憂惱，涕泣滿目，至大王所，
我於向這全民外人，失我最小所愛之子。大王聞已而復悶絕，悲感苦惱，泯淚而言：如何今日失我心中所愛寵者？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我於往昔無量劫中，捨所重身以求菩提。若為國王及作王子，常捨難捨，以求菩提。我念宿命有大國王，其王名曰摩訶羅陀。是王有子，能大布施，其子名曰摩訶薩多。復有二兄，長者名曰大波那羅，次名大天。三人同遊，至一空山，見生產苦，饑窮無食。時聖大士生大悲心，我今當捨所寵之身，此苦或為饑餓所迫，倘能還食，自所生子。即上高山，自投苦前，為令苦子得全性命。是時大地及諸大山，皆悉震動，驚諸蟲獸。虎狼獅子，四散馳走，世間皆暗，無有光明。是時二兄故在竹林，心懷憂惱，愁苦涕泣。漸漸推求，遂至苦所，見苦子，血污其口，又見骸骨，發無爪齒，處處並血，狼藉在地。時二王子見是事已，心更悶絕，自辟於地，以灰塵土，自塗粉身，忘失正念，生狂癡心。所將侍從睹見是事，亦生悲動，失聲號哭，互以冷水共相噴灑，然後蘇息，而復得喜。是時王子當捨身時，正值後宮，妃后彩女，眷屬500，共相娛樂。王妃是時，兩乳執出，一切肢節，痛如針刺，心生愁惱，似喪愛子。於是王妃疾至王所，其聲微細，悲泣而言：大王今當諦聽，憂愁成火，今來燒我。我今二乳驅時執出，身體苦切，如被針刺。我見如是，不詳遂相，恐更不復。見所愛子，今已生命，奉上大王，願速遣人求覓我子。夢三甲初，
在我懷抱，其最小者，可惜我心有鷹飛來，奪我而去，夢是是矣，即生憂惱。我今仇報，恐命不濟，願速遣人推求我子。是時王妃說是語已，即時悶絕，而復辟地。王聞是語，復生憂惱，以不得見所愛子故。其王大臣及諸眷屬，悉皆聚集在王左右，哀哭悲號，聲動天地。已時城內所有人民聞是聲已，驚愕而出，各相謂言：今是王子。為活來也，為已死亡？如是大事，常出遠語，為眾所愛，今難可見。已有諸人入林推求，不久自當得定消息。諸人已是將王如是，而復悲號，哀動神奇。已是大王，即從座起，以水灑飛，良久乃蘇，還得正念，微聲問王：我子今者，為死活也？已是王妃，念其此故，倍復懊惱，心無暫捨。可惜我子，形色端正，如何一旦捨我終亡？云何我身不先轟沒？而見如是，諸苦煩事，善子妙色，猶淨蓮花，誰壞汝身，使令分離？將非是我，昔日怨仇。挾本業緣，而殺汝也。我子面目，正如滿月，不逃一旦。如斯禍對，寧使我身破碎如塵。不令我子喪失生命。我所見夢，以為得報，藉我無情，能堪是苦。如我所夢，牙齒墮落，而汝一時，則自流出，必定是我失所愛子。夢三甲初，應奪一去，三子之中，必定失一。已是大王，即告其妃：我今當遣大臣使者，周遍東西，推求覓子。汝今且可，莫大憂愁。大王如是，謂御妃已，即便嚴駕，出其宮殿，心生愁惱，憂苦所切。雖在大眾，顏貌憔悴，即出其城，覓所愛子。
爾時亦有無量諸人哀號動地，尋從皇后。是時大王既出城矣，四向顧望，頭覓其子，煩擾心亂，未知所在。最後遙見有一舜來，頭蒙塵土，血污其身，灰糞塗地，哀號而至。爾時大王摩訶羅陀見是事已，舉生懊惱，舉手號叫，仰天而哭。先所顯神，尋復來至，記至王所作是言，願王莫愁，諸子猶在，不久當至，令王得見。須臾之頃，復有神來，見王愁苦，顏貌憔悴，身所着衣，垢膩塵污。大王當知，一子已終。二子雖存，哀緒無賴。第三王子見婦生產，饑窮7日，恐還食子，見是苦矣，心生悲心，發大誓願，當度眾生，於未來世證成菩提。即上高處，投身苦前，苦饑所逼，便起啖食，一切血肉以為刀盡，唯有骸骨狼藉在地。是時大王聞神語已，轉復悶絕，失念辟地，憂愁盛火，熾燃其身。諸神眷屬亦復如是，以水灑王，良久乃蘇，復起舉手，號天而哭。復有神來，而白王言，向於林中，見二王子，愁憂苦毒，悲號涕泣，迷悶失智，自投於地。神即求水，灑其身上，良久之頃，及還蘇息，望見四方，大火熾燃，扶持暫起，尋復辟地，舉手悲哀，號天而哭。乍復讚歎其弟功德。是時大王已離愛子，其心迷悶，氣功絕然，憂惱涕泣，並復思惟，是最小者，我所愛眾，無常大鬼，奄便吞食，其餘二子，今雖存在，而為憂火之所焚燒，或能為是，喪失命根。我宜速往，至毗林中，迎載諸子，急還宮殿。其母在後，憂苦迫切，心肝分裂，或能失命。若見二子，謂喻其心，
可使中寶，餘年壽命。爾時大王駕乘名將，與諸侍從，欲至毗陵，即於中路，見其二子，號天叩地，稱弟名節。時王即前，抱持二子，悲號涕泣，隨路還宮，速令二子更見其母，佛告殊臣，汝今當知。爾時王子摩訶薩多捨身自苦，今我身事。爾時大王摩訶羅陀於今父王，書頭壇示。爾時王妃金摩耶氏，第一王子金彌勒氏，第二王子金調達氏，爾時苦者金瞿夷氏。時苦七子金五比丘及舍利弗、目犍連氏。爾時大王摩訶羅陀及其妃后，悲號涕泣。悉皆脱身，舍服瓔珞，與諸大眾往竹林中，修其舍利，即於此處起七寶塔。是時王子摩訶薩多臨捨命時，作是誓願：願我舍利於未來世，過算數劫，常為眾生而作佛事。說是經時，無量阿僧祇諸天及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殊臣，是名禮塔往昔因緣，爾時佛神力故，是七寶塔即沒不現。